推荐你卡斯给你吧。我们想买一件藏袍。去逛街进店铺都需要语言来传达信息，互相交流。本期跟我学藏语，教给大家藏族服饰名称，敬请收看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小的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跟我学藏语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。随着来藏工作和旅游的汉族朋友是越来越多，这常用藏语已经成为了进藏的必备技能之一。下面呢，让我们跟随街头采访的镜头，一起去了解一下驴友们感兴趣的藏语。您好。你好。我们是西藏电视台跟我学藏语栏目组的，请问一下，您是从哪里过来的？我是从东北过来的。好的。你在西藏旅游的时候有没有跟本地人交流过吗？有给大家交流过，但是自己不会藏语，然后给大家交流起来比较有困难。对。那您有没有想过学些比较常用的藏语？有想过呀，看到这些藏族服饰这么好看，特别想学一些关于藏族服饰的。咱们从街头采访中了解到，这位来自东北的旅客，他想学点有关常用藏族服饰方面的藏语。是的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从简单而又实用的藏族服饰名称开始学习。比如说藏装用藏语讲叫婆切。哦，是这样说的。那你看我发音标准吗？婆切。还行，咱们私下多练习。好吧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那接下来呢，咱们来看一下短片里的对话。推荐你卡斯给你吧了。你好，老板。我们想买一件藏袍。老板，那一件我可以试试吗？你好，你好，对，就这件。真好看。去不听您怎么写来了？老板，这件我能试穿吗？就是，试穿，老板。我用了，没事，另外地区了他，有点是差了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，来转一圈。您怎么写到这了？绑点过了呗。绑点。爹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到别人您怎么瞧出来？那里还有一顶帽子，戴上这个肯定会更好看。别是的。在刚才这个短片里李森和王美呢是一共接触到了3种物件。没错，都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藏袍、邦点和帽子。是啊，听起来呢是最熟悉不过的。可是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？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女老师慈阳。第一个词语是藏袍，我们一起学一下。藏袍，秋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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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藏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服饰。那今天呢，我终于会用藏语来说藏袍了。球霸，你看我说的对吗？没错，但是你发音发的不是很准确，正确的发音是秋巴。秋巴。我还是私下里来跟老师您好好的学习一下，在这里呢我就不误导观众朋友们了。我相信你能学好。除了片子里提到的藏袍以外，其实在各种场合我们都能见到不同类型的藏袍，统称都叫秋巴。推荐你卡斯给你吧了。你好，老板。我们想买一件藏袍。老板，那一件我可以试试吗？你好，对，就这件。真好看。去不听您怎么写来了？老板，这件我能试穿吗？就是，
石川老板。어리 용아 글쎄 알링엘 디션다 대회 대스 타요 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，来转一圈。你怎么学到这样子了？接下来我们要学的第二个词语是邦点。大家跟我一起学一下。邦点，邦颠，邦点，邦颠，邦点，邦颠，邦点，邦颠。邦点这个词语啊，汉藏语中都可以叫邦点。哎，那照你这么说，邦点这个词啊，应该是个音译词，看起来很好学。你看我说的对吗？邦点。严格讲，发音还是不同的。藏语发音是邦颠。那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短片里这个词是怎么使用的。邦点过来呗。邦点。爹。好看吗？好看。今天我们要学的最后一个词语是帽子。让我们一起学一下。帽子，小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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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帽子这个词儿还是挺好学的，叫小猫，而且平时挺常用。咦，这可是你发音发的最标准的一次了。那都是老师教的好。是你学的好。哎，不敢不敢。杨天啊，你逛街想买帽子，不论什么类型都可以说小莫。哎，那里还有一顶帽子，戴上这个肯定会更好看。别死的。今天我们的3个词语都已经学好了，不知道大家学的怎么样呢？这3个词语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，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学会使用哦。只有学会使用，才能学以致用。我们把短片完整的看一遍。黑姐，你가르쳐给你吧。你好，老板。我们想买一件藏袍。老板，那一件我可以试试吗？你好，你好，好。对对对，就这件。真好看。去不听您怎么写的了？老板，这件我能试穿吗？就是，试穿，老板。어리 용아 글쎄 알링엘 디션다 대회 대스 타요 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，来转一圈。你怎么学到这样子了？邦点过来呗。邦点。爹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到对了，你怎么瞧出来？哎，那里还有一顶帽子，戴上这个肯定会更好看。观众朋友，这期的跟我学藏语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学有所用。跟我学藏语，轻松生活行。我堂念图별게 좀 나와 기부念图죠。观众朋友，下期再见。스모히게 지스 제용。当遇到许久未见的朋友时，简单的寒暄询问对方近况是展开深入对话的前提。下期跟我学藏语节目，我们就教给大家朋友见面时寒暄的问候语，敬请收看。